特别过年，万项代志大家爱小心细腻。特别过年啊，家家户户开始大摒扫，一寡无爱滴的物件拢摕出来摒。不过粪扫分类也爱做较够。顶个月底呢，高雄才连续发生2件粪扫车火烧车意外。伫屏东的德产清洁队车5也传出粪扫车着火烧，赶紧甲火拍花。才发现讲是民众赖大乱摒无控制的火烧所造成的。加在人和车是拢正平安。清洁队员口气紧张，话甲真凶讲，爱司机赶紧甲粪扫车的车斗放落来，因为车斗内底在粪扫已经清烟佮导火。屏东县德仁乡清洁队传出粪扫车火烧车意外，公所表示，清洁队员迄当阵当要做粪扫分类的工作，想要到所看到粪扫车后斗咧清烟，加在队员即时甲火拍花，车辆甲人员拢平安。疑似有民众把手机的电池还有打火机，把它丢到垃圾后面去了，导致我们在垃圾在搅碎的当中产生火花，容易在压缩作业的时候，产生爆炸或者是火灾。那严重的话，也会危及到我们的清洁队员的安全。过年前这阵啊，大家拢咧无经摒厝内，粪扫量一济，分类的工课也做较啰嗦。那屏东有危险粪扫乌白弹造成火烧车，亲像高雄顶个月底伫同一天也发生2件粪扫车导火，而且拢是锂电池造成的。高雄市环保局紧急呼吁，雅士罐、电池、香菇甲面粉类的物件，拢总有5大危险粪扫，民众爱照起工处理了后，才看要等回收，还是一般的粪扫。相关危险物品务必妥善分类，切勿再直接丢入垃圾车中。除可保障民众、清洁队员的安全外，更可避免造成垃圾车及焚化炉设备损坏，进而影响全市垃圾处理量能。去年过年前，高雄南区资源回收厂都因为锂电池造成焚化炉火烧，拢总烧9天，火才拍花。尾手嘛造成高雄市的粪扫烧袂起，引起民怨。高雄市环保局强调，粪扫若是乌白弹红查到，上悬会当罚6000块，且民众配合甲粪扫分类做好势，唔会当减量，佫会当保护清洁队员。记者柯秉哲、柯家族、柯兆阳综合报道。